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國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咯》。唔知大家對沙琪洋蔥有了解冇呢？唔了解的話唔怕，今本的節目就會來帶大家好好了解一下咯。尤其係我哋屏東縣，過早以前都在參與一個計劃，多睇沙琪洋蔥，我哋屏東如果有兩萬的成就還係故事呢？今本日我哋就特別邀請到我哋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同沙琪的輔導團隊，好好同大家分享哦。首先，先來歡迎我哋屏東縣政府馮碧儀副處長。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屏東客家成就慧茹。接下來是我們屏東縣和沙琪洋蔥輔導團王正國。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九龍的馮正國。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節目對不？今天呢，先來請教一下我們副處長好。前面的時間我同觀眾朋友講到，其實沙琪洋蔥係過早以前都開始的嘛，屏東也過早都來參與喺地杯。到底沙琪洋蔥個部分係對乜個時間開始？像副處長同大家簡單了解一下好嗎？好，那其實屏東的社造，剛剛主持人講的，它發展得很早。那我們大概是從1994年開始去發展這個社區營造。那時候是因為就是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影響。那再加上那個就是那時候文建會去推行了一個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所以那時候中央把資源下放到地方，所以帶動了地方政府跟民間一起來投入，所以也讓民眾對於那個社區的改造或者是這個文化傳承有更多的熱情。那所以我大概把那個時間軸簡單的分成3個階段，一個大概就是在1994年的前後，那時候社造開始流行。所以成立了很多的地方的文史工作室。好，那時候只是一開始大家就是做一些文史資源的調查，那慢慢的就是拓展到像是文化活動的舉辦啊，或者是公共空間的美化，甚至是一些產業的發展跟環境的一個就是活化。那所以方向就變得比較多元。那第2個階段大概是從2000年這個時候，我們開始重視像社區營造跟自主這2個，所以推出了一鄉一特色、一村一故事這個概念。好，那時候社造會結合像是圖書館、古蹟、廟宇，還有民間團體來一起投入，形成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3角互補的一個模式，也就是有民間、然後政府跟民眾、專業團體一起來參與。那第3個階段就是在近年這幾年，從2020年一直到現在。這個時候呢，其實政府更加的去關注這個多元文化的參與，尤其我們屏東縣有將近2萬多的新住民，對，所以我們就是開始重視像新住民還有不同族群的文化，我們希望就是讓這個多元文化可以來跟社區營造一起來加入，好，就是讓整個文化更有的特色。所以就是這個整個屏東的社造走過30個年頭，我都覺得屏東的每一個社區都像是一塊閃閃發光的寶石，等待人們的去發掘。那其實我們也希望就是透過社造，可以讓整個就是社區的居民不只是文化保存這樣的一個傳統，而是可以更加跟現代的生活可以結合在一起。就是創造成一種就是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這樣的一個模式。哇，多謝副處長的了解，我本來真是有一個大概去了解的。談到副處長也分享，咱本來有想到，從呢以我的年紀，雖然講唔係過後生，但是我還有印象哦，很細的時間，就是還特殊比較有印象的，就有想說，原來我們沙琪地杯有在做一些那個環境的治理，那時候還是在前面，好像第2階段那時候，就從公安體的部分，沙琪營造環境，出現了過多的小公園啦，那一些的，就從那個階段開始，所以就有了這個印象。到後期，真是這個開始在工作之後，沙琪臨時過頭之後，真的發現到同副處長講，真的每一個社區都有給人這個 ITS， 就像一個寶藏一樣。就算俺們按的不是在走，還不是每一個社區都認識呢，尤其像是比較山區的或者是我們後村呢，這些很多都是會在隱藏的角落，這樣有其他個特色在裡面。等一下再麻煩副處長也來講我們曾國再好好的跟大家介紹。再來強調一下曾國，這個部分啊，從我們國後上來，那你是怎麼樣去加入參與到沙琪地杯的事務？是輔導團的工作呢，還是你之前就有參與過呢？
其實我從讀書的時候，我就是讀社會發展的，所以其實在讀書的時候，我就已經進入到社區做實習了。那同時，咱阿公也是理事長，Saki 理事長，所以我就從小看着他長大，那我也對社區有熱情。那同時在畢業後，我也到了農村再生的輔導團，那對。認識了屏東縣的很多的社區，那參與這些社區工作。那在今年度我們社區營造的輔導團，那也更擴大，不僅是社區，還有青年啊，那這些都包含在裡面。所以希望說能夠服務到更多屏東縣的社區。比如副組長啊，那上槍高也好，就是講其實人人都裡面嘅沙期都有參與到一個沙期洋租，不論有機會申請一個計劃冇啦。啊，假使講人人這個沙期要接受到一個沙期洋租，要做的時候有哪一個方式，也一種途徑，我們可以才參與到這個社區營造。那其實屏東的社區營造呢，主要就是透過像是政府，然後民間社區或者是學校。一起跟民眾一起來推動。那我們主要是希望強調，就是像是多元的參與，然後文化的傳承，還有一些公共治理的部分哈。所以這個也希望透過這些精神，我們可以讓社區的民眾對於就是那個自己社區的自身的事務，可以積極的投入。然後也可以均衡城鄉的一個資源的分布，那就是回到我們的一個申請的一個方式哈。其實每年屏東縣政府文化處都會規劃一個叫做社區營造跟村落文化發展的計劃。對，那這個我們就是會邀請跟鼓勵，就是像是社區、學校或者是文史工作室，甚至是那個青年朋友這些都來申請。好，那這個申請呢，我們的面向可以提案的主題非常的多，好像是文史資源的調查，以及主持人您剛剛說的，就是一些環境改造，或者是一些產業連結，等等的都可以申請。那個我們也很重視新住民朋友，我們也有這個新住民社造的提案，我希望可以借由就是着重在他們就是來自各國不同的國家來到屏東定居，這樣的朋友可以融合他們的母國文化，還有我們屏東的文化來做融合的創意的發展，也為地方注入比較多元的力量。我們的提案呢，大家應該好奇說到底分成什麼樣的類型？第一個就是我們有分成個別提案、聯合提案，還有就是給鄉鎮市公所來申請的一個叫做行政社造化這樣的3個類型。那補助的依據主要會是就是參考他們的提案的單位或者是他們的計劃內容來就是衡量。主要我們會看這個計劃的完整度，或者是參與度、社區動能、創新性等等這一些去做一個綜合評估。好，所以就是今年這幾年應該是說這幾年我們也開始注重這個青年朋友的一個創意，所以也加入青年社造提案的一個類別。哇，安尼唐風人人的沙期洋租對頭擺多開始都更加，其實它的成長第二個變化已經過太的吼。安尼人人假使講從這個的沙期，從我這個來講，我參與一個沙期洋租，我申請一個計劃，我請直接去請縣政府嗎？是直接對屏東縣政府的窗口，還是說可以透過像整個那個社區輔導團，還是說我們講村里辦公室這些管道，有哪一些可以去接觸到這些的資訊呢？我們每年就是透過不同提案單位，我們都會有一個社造家族。對，那社造家族裡面，因為縣政府主要就是制定這個政策跟資源的分配，那我們也另外就是透過計劃來成立一個社造中心。好像我有就是那個我們的夥伴哈，就是我們社造中心的夥伴，那他會協助我們跟就是社區在地的社區、學校或者是 NGO 這些來做對接。好，那這樣子不管是找縣政府文化處或者是找社造中心，都可以得到一些解答。原來安尼，嗰時候講，其實我們最主要的接口就直接打電話，也講送廟去到縣政府，其實
已經有規完整的一個計劃的執行內容，甚至連輔導團都幫你找好了，你都可以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這家天發也好，就是上網查詢就好。啊，你發每一年像這樣子社區營造哦，給它給計劃時間點，總會有一些申請的時間點啊，或者是執行的，是每一個年度它大概都在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去做申請呢？還是說不限時候都可以？這個部分主要是我們這樣的經費是來自於我們跟文化部爭取一個就是社區營造跟村落發展計劃。那我們通常都會在年底，可能是10月、11月的時候寫計劃來跟文化部爭取，它是一個競爭型的補助。那爭取下來，我們通常就是明年度的經費核定下來，我們就會開始做這樣的一個宣傳，然後邀請就是各有興趣的單位來做提案，然後執行一整個年度。我說有一個想法的時間，大家留意一下，可能年代之前，你自己就會有一個提案出來，它最起碼要有一個雛形，數到有一個諮詢之後，就會報名，然後你接下來就可以執行一整個年度，按你的意思嗎？是。觀眾朋友，我們屏東的社區營造，按呢來地，還有分按多的內容呢。當然呢，我們的成績同成果可以豐富哦，很樣板的豐富，唔好走開，下一段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我們屏東縣的社區營造佢嘅歷史同內容，甚至講有更加按多嘅分類哦。到底底部還有樣板精彩嘅故事，繼續來參考一下我們兩位來賓吧。首先先來參考一下我們曾國豪嘅，既然更加做嘅係我們屏東縣的社區營造嘅輔導團嘛。那輔導團除了聽說我們縣政府來聽說申請一條社區嘅報名啦，也一當見咧，有某個問題聽說處理之外，其實最重要還有哪度嘅工作項目係我們輔導團來做的呀？其實我們最主要的部分呢，其實是希望說，透過我們社造中心，那去協助社區跟青年的部分完成他們今年的計劃。那他們在執行的過程中有不知道如何解決或是需要資源的地方，我們其實就會去協助他，那找到輔導的專業的老師，那去幫助他們完成今年的計劃。那這是我們最主要的部分。那算係個別有1 by 1輔導的意思咯。對啊。假使講，真是有一個時候的話，可能會開相關的課程給大家一起上嘛。假使講經驗深鄉的社區都會比較沒經驗的，也係講比較需要一些接觸的，你們會一起開這個課程嗎？會啊。其實我們會針對大家的需求，像近年最夯的就是 AI 這些啊，或是做短影音，或是說社區他們需要，比如說做小旅行啊，那策展這部分，他們只要有需求，那我們就會針對大家的需求去開相對應的真人的課程，對，讓大家可以來上課。談風的鬼神奇，很有趣的意思呢。你副處長來強調一下，就講除了一個輔導團隊給人的天數之外，其實一直以來縣政府都辦了這個社區營造，累積了不少的成果。你可以請副處長同我們分享一下，我們的屏東縣在社區營造一個過程之中，依照現在的分類，有哪一個特別的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好，其實屏東的社造這幾十年來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有很多很成功的案例。第一個案例是是一個透過藝術的創造跟環境的永續這樣結合的案例。也就是在枋寮有一位藝術家叫林偉倫，他在就是利用枋寮很多那個廢棄的水管，跟那個海洋廢棄物。他創作了一個叫做扁蟹的藝術裝置。那這個藝術裝置呢，不但成為社區的新亮點，而且也喚起了社區居民對環境永續議題的一個重視。好，這個地就是這個藝術裝置所在地是大莊社區，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可能以養殖業為主，所以這個水管是生活隨處可見的一個物件。那但是透過這樣的青年的參與，然後透過藝術的改造，所以讓這個水管成為一個就是可以結合產業人文或者是一個就是歷史意義的這樣的一個新地景。那這個計劃呢，還邀請居民就是用影像來記錄這個水管地景。
對，那所以就是衍生了很多就是後續的一個效益，像是我們文化處今年就是也特別邀請這個林偉倫藝術家來參與訪寮一個藝術候車亭的包覆，就是做設計。那這個候車亭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水管的意象，去做一個養殖漁業，就是章魚這樣的一個包覆，所以也展現了就是在地的一個特色。所以我覺得這個案例呢，就是也就是透過這樣的傳統跟創新，而且還把廢棄物的重新改造這樣的層次提升上來，那也呼應了就是現在的聯合國一個永續發展的目標 SDGs 的一個精神。那最後一個就是案例，我想分享的是新住民朋友。对，這個案例是一個來自越南的新2代學生。那他們就是透過新的視角，用影像去拍攝了跟東港木雕這個文化藝術有關的紀錄片。那在這個紀錄片裡面呢，他們去採訪了就是在地的木雕師，就是李世忠師傅，透過深度的訪談，然後去記錄了就是這個工藝的一個創作歷程，還有它的創作流程。對，那除了這個以外，就是他們還用中文跟粵語來去做這個紀錄片的一個翻譯。好，所以就是除了影像拍攝以外，他們也就是去開設了像是我这個木雕的文化介紹，還有體驗這個版畫的一個課程。所以透過這樣的傳統跟創新，其實它也讓新住民2代可以更加認識這個父執輩他們的土地跟文化。好，然後也讓就是透過這樣語言文化的轉譯，把我們屏東東港在地的工藝可以邁向就是推向更國際化的舞台。那剛剛我所講的這3個精彩的案例呢，還有很多，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一一分享。那這邊就是我們秀出來的一個，我們把這樣的剛剛我舉的3個案例，跟每一年度每個社造夥伴執行的很精彩的成果，我們都會收錄在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所發行的南方語這個社造刊物。每年度都會有1本，所以我們已經非常多本，然後就記錄了這幾十年來所有社造夥伴的努力。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刊物，不但記錄了社造的一個歷程，那也讓我們的這些努力可以被更多人看見，然後也傳遞出去。係啊，真是咧，就像頭頭副處長分享的呀，其實也幾個案例我大概都有聽過，甚至於還有參加過有咧共用可能也係沙琪洋蔥的一個部分就會喺歸來，因為歸來種同埋喺個地方以前的屏東市永遠說下這片國權嘛，甚至我在網絡上有聽過，今年咧青年今年有一個團隊都去請那的今年總紅底部社區裡面的影像，把它組成一個大的那個牆，甚至因為這樣子還有上到新聞。有報道出了，還有歸島還有上下去參加，這好像也就是前面有講到的沙琪洋蔥青年參與的部分嘛，吼。對。所以真的呢，其實你這個有想法啦，不但沒講自己一個人就做不到，其實你可以有真歸島的社區的朋友或夥伴，甚至找學校啦等等，大家一起來做，哪怕只是做一件細細的事情其實它就可以成為本岸人沙琪大大的勞動成長的一個契機。是。那呢，真的。強調一下，就是說社區營造一個部分，從頭到一個我們副處長有分享案情在案例嘛。那在你們的接觸裡面，包括在課程啊，或者是跟社區的互動當中，有什麼比較特殊的案例，或者是讓你印象比較深的嗎？其實呢，在我們接觸的過程中，有像溫峰社區，它就是有一群年輕人，然後跟着社區做結合。那他們去希望說在今年度辦一個漁夫生活節。那他們利用 RPG 的主題的方式，就像我們玩 RPG 遊戲一樣，每一個點都有自己的 NPC， 那把社區串聯起來，那社區其實就是變成一個大型的遊戲場一樣。那你遊客只要進入到社區，你就好像在玩一場遊戲，你每一個點其實都有隱藏人物跟角色，其實會讓整個社區的遊程變得更豐富，而且跟以往傳統的遊程都完全不一樣。是唐風的鬼神奇怪好高的感覺呢。那要給今年平時都有還有在辦嗎？還是說寒天時間的時間？
其實今年是他們第一次，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看到一個很有特色的遊程出來。就從前面同整個分享的內容，就是說，你們會搶啥去來上課，就是上這一類型的課之外，你們編排的很多的活動，還談過啥去親像參加的講。你們的體驗的發動，因為它不單只是社區來參加，一般的民眾好像也可以將整個同人分享一下這個體驗活動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嗎？體驗活動像其實我們這次有設計了4場次的社區的體驗活動。那其實我們是希望說有呈現屏東多元的這個飲食文化的部分。那像其實我們剛開始報名，我們沒想到很快就滿團了。那其實很多人是帶着朋友跟家人，那他們一起就是來參加。雖然說我們在這個部分很多人都是住在這片土地，但是其實大家都不太知道說，原來有這些事情，然後跟體驗是可以去做的。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就是像透過雲南的水煙菜，就是有一個滇緬社區，它的雲南的水煙菜，那去制作，那可以帶領就是這些遊客，他們了解說，這個水煙菜的制作，然後以及它還可以享用這個雲南口味的午餐的部分，然後還有一些像是我們有那個黃金就是俗稱的布講。那布講就是其實它在早期在河川的部分，它就是有很多植物。那這個植物呢，像有一個愛寮社區，它就把它做成了這個黃金的刈包。那這個黃金的刈包，它就是用黃金枝加入到裡面，那做出淡綠色的黃金刈包。那還有像新農的龍膽石斑魚丸跟林落的那個徐板家的那個哈嘎鳳煙班的部分，那其實在這個現場制作，很多家庭是帶着小朋友一起來參加的。那這個制作過程中，其實大家都玩得很不亦樂乎。那小朋友其實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知道說，龍膽石斑魚丸跟那個哈嘎鳳煙班這個部分是怎麼從產地直接到餐桌的這個過程。那其他講，那在沙崙揚州，其實在縣政府的角度來講，每一年都會有他希望的一個方向同主題。副處長，咱今年縣政府對咱在沙崙揚州來講，有用辦的一個主題也講分享嘛？對今年來說。因為今年就是社造的30年嘛，那我們就是希望說，每個社區它就是已經都是一個閃閃發光的寶石，那我們也希望他們找到自己的光。如果講今年要本給人發光，如果已經很亮的，我們要讓它更亮；還沒有發光的，那今年會讓它呈現怎麼樣子的光芒？有可能是彩色的哦，有可能先買個顏色的都不一定。所以今年會是這樣子的一個主題。觀眾朋友，咱的屏東縣今年咱的沙崙揚州會有用辦的內容同成果呢？休息一下，下一段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咯。前面我們2位來賓同我們分享我們屏東縣的沙崙揚州有兩辦的精彩，甚至於講今年有特別的體驗的課程啊，還有辦了幾多的活動。除了也因為我談講屏東縣的沙崙揚州還有咧幾特別的部分哦，所以每一年啊都會舉辦沙崙的4里行，個4里行都係體驗嘛嘅，也係看嘛嘅，交流嘛嘅呢。叫請幾人同大家來小結一下咯。副處長，調整下同觀眾朋友按嚟講，俺的每年啊都談到我們的民眾在說，他要趕快去報名俺的屏東縣政府辦的一個社區的小旅行。不過談講都是秒殺呢，一個按熱門的活動，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活動啊？這個社造小旅行真的每次一開放就是秒殺，幾個小時或者是一天內就是完全就滿額了。那其實我們會依照就是每年社區的一個亮點跟特色去規劃不同的路線，像是今年我們就有就是以探訪內埔
跟生活的飲食文化這樣的一個路線。然後還有第2條就是像是剛剛正告講的，溫峰社區有一個漁夫生活節，我們就是會連接這個節慶，然後去做的一個旅遊的路線，然後以及這幾年其實很夯的生態深度旅遊這樣的一個路線，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在時代的趨勢下，然後又可以發展出就是每個社區的特色，讓它做一些遊程，然後這個未來社區也可以運用這個遊程去做持續性的一個設計。哦，其實縣政府有設定一個主題，如果我們沙崁洋洲今年會本大家都發光嘛，哈，不一樣的光啊，那我們要怎麼讓看到這些光芒呈現出來的成果呢？啊，縣政府也偏有用版的規範嗎？其實要讓大家看到社區的努力，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那因為其實我們的社區營造通常都是社區居民自己主動的去想要認識社區，勞動社區，進而改變社區這樣的一個歷程。那我們縣府的角色就是給予資源，或者是從旁協助。那其實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就是這樣的每年的一個社造的輔導，可以讓社區找到自己獨特的文化魅力跟亮點。所以我們就是會縣政府每年都會規劃，就是在年底辦一個社造成果發表會。那就是大概是1天這樣1整天的一個活動，然後這樣子就是邀請一般的民眾來參與，可以看到每個社區自己的特色以外，也可以來幫這些我們的社造夥伴們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那今年的這個社造成果展，我們是選在就是屏東現在最知名的人氣景點，就是勝利新村的新興廣場來舉辦。對，那也希望大家就是踴躍來參與，大概時間是12月的時候。來看禮拜中了6日的時候，很多遊客都會在那邊，真是做一個宣傳的地方規劃呢。啊，因為這個部分啊，其實很多副座也有講這是一個願景，給大家去規劃，說展現大家的成果。無論如想講，每一年就只有4場或幾場小旅行，大家按呢對沙崁的了解拉白嗎？這樣子夠嗎？沒想到還有這個社造成果展呢。啊，真夠。在輔導團隊這個部分，對於這個成果展啊，你能有更加具體的一些規劃的內容嗎？其實就像剛剛副座說的一樣，就是我們今年就是以社造30找到自己的光，然後這個主軸，那當做就是我們未來對社區的一個期待。那所以呢，我們呢透過就是配合縣府的5個重點，就是屏東更韌性，那全齡新照顧，那跟觀光新戰略，那產業新升級，以及安心過生活。那在這個基礎上呢，我們把就是安居社區，那以及跨世代共融啊，社區設計，那傳統藝術，族群文化跟在地知識以及青銀共創，那這些元素都把它串聯在一起。那希望說就是可以讓社區的特色跟生活故事都可以展現出來。古所講這麼多的內容哦，而且一年底不會在每一個社區都會參加的這個成果展，讓它表現出來。所以，我們有參加一個沙崁洋洲每一個社區都會來參加一個成果展嗎？對，我們都會找不管是我們今年的社造的社區跟青年，我們都會把他找來，然後還有新住民，我們都會一起來辦理這個成果展。你這個作為的輔導團隊的角色，你們在輔導的過程當中，你們有遇到過嗎？比較大的挑戰，還是你們會最怕遇到什麼樣子的狀況呢？其實因為可能我們都在社區工作久了，其實大概都知道說，社區會有很多的狀況產生，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子，我們才就是喜歡到社區，因為我們喜歡這種跟人之間的接觸。那社區本來就會有產生很多的事情，那我們的角色就是希望能夠輔導他們，那幫他們解決問題。那社區其實我們最怕遇到一件事，就是像有一些在比較深山，或是說比較靠海邊的地方，他們其實我們要聯絡，其實很難聯絡到。那我們就是最好就是親自去拜訪，然後親自去現場幫他們解決。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方法，然後可以協助他們解決他們今年的問題，那幫助他們完成今年的計劃。真是正剛按你講，俺都有個感受的啦。就其實說，人家雖然講名路啦、天發等等一點點方便，但是他們在
一些聯繫上面，唔係講按及時，尤其係講大部分警察人呢，向下提防殺去，大部分係老人家，在資訊的處理上，有的時候就有一定的落差呢。我總結講，可能做出來可能係比最強都會按呢個情形啦吼。安尼喺縣政府的角度來講，安尼輔助我們縣政府警察有這個願景在，有一類想法，是不是說未來我們的社區營造在屏東縣的部分會推動都要走到什麼樣子的程度，還是會有怎麼樣子的一個規模，在縣政府的藍圖願景裡面會出現呢？好，那個其實我剛剛一直有在強調，就是我們屏東的每一個社造社區都是一塊閃閃發光的寶石。那我覺得我們縣府的角色就像是一盞燈，其實就是慢慢引導出讓他們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而且也可以透過這個燈的照射來映照出他們自己獨特的光跟美麗。對，那當然我們也覺得社區的產業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像社區的一個小農產品，或者是他們的旅遊商品，如果要進到資本的市場，那個就是不管在包裝或者是行銷、通路以及商品的管理，都需要很大的協助。對，那所以就是除了我們自己縣政府文化處在發展的一個社造計劃以外，我們也跟文化部爭取了一個就是文化創意產業輔導跟拓銷的計劃。那我們來扶植這些屏東的在地文創業者，來就是提升他們的，就是改善他們的體質跟提升他們的一些質感。那另外，我們今年還加碼開設了一個就是叫做南國設計沙龍的系列課程。對，這個就是希望透過這些大師級的一個分享，對於設計或者是一些成果的分享，可以讓這一些不管是社區民眾、學校，還有我們的公部門，以及像是農漁會夥伴。這些就是可以借由這樣的一個活動來就是互相交流學習成長。更重要的是就是讓我們的就是不管是設計或者是產品上可以提升這個美感跟質感。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互動可以來創造跟就是提升整個屏東的文化品牌，也可以帶動更多交流跟合作的機會。其實談輔助案來講啊，就是說，縣政府的角色，在公部門來講，它就像燈塔，先照亮一個方向之後，俺的沙體就一個一個這樣冒出來，就像天佛 Q 公自己去點燃。那縣政府其實最終的希望，還講，就算這個燈塔暫時沒有開了，沒有這個燈光，可是給人這個燈。社區的不會就這樣子熄滅，他們可以獨立自己去發光。是甚至於講變作可以獨立運作的一個產業呢。剛剛文化創意也好，當地的產業也好，大家都拼命的利用這個社造社區的一個特點，把自己的社區營造得很好。所以說要個30年了哈，安尼一多韓國了，真是不簡單也不容易呢。對於個沙體，對於開始營造是環境，接下來進入到了文化的保存啊，都要給3壓產業的一個成立。所以一路想過來，那我們的縣政府的角色從一而終也都沒有變化，可是面對的挑戰更加多吼。那副總，剛剛啊，其實來底下講，您實在時間，這個也在沙體裡邊有工作過，有跟社區互動過嘛？那在縣政府一個角度同沙體的角度來講，在跟社區的互動當中，有沒有讓你比較覺得感通啊，比較感動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呢？其實我也在基層公所服務過嘛，然後也陪伴過一些社區來申請執行這個社造計劃。那我知道社區其實比較欠缺的就是行政人員，跟一個就是可能撰寫計劃這樣的能力。但是他們對於社區營造，不管是對於自己家鄉的文化跟故事，都非常的有熱忱。所以每當我們就是縣府就是透過這些的輔導訪視，跟在地居民互動的時候，都讓我很感動的是，這些人幾乎就是很奉獻的，那個花自己的時間。雖然有經費補助，但是這經費補助通常他們都還就是串聯社區居民來自掏腰包來一起完成這樣的一個社區營造的事務，所以就是他們的熱忱跟毅力讓我非常的感動。
真是的，因為接觸過也係窮樣東，但記得當時在沙期工作嘅時節啦，米咧哦，唔係講唔要拿錢，也係講良心稅，都冇，大家部分都係講，為到一個沙期，為到一塊土地，人哋有一個目標，大家窮下哋嘅努力，哦，真是本來幾感動。咁你最明顯係像增加哦，睇人哋輔導團嘅角度來講，人哋咧社造成果展有確定嘅時間地點也掉，係咪同觀眾朋友可以再分享一下，到底係哪一個時間，哪一個地點？其實我們社造成果展呢，會在12月13號的早上10點到下午5點，在勝利新村的廣場舉辦。那同時呢，希望大家來老寮，然後同時呢，也可以看到社區的成果，那也可以讓社區的居民知道說，透過他們的努力，社區的美好可以被更多的人看見。重點係講地方發通有要先報名的嗎？不用的，當天直接自由參加。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參加。因為唔好講，等下從小旅行，叫我報名，結果出來都每次都秒殺。我很期待呢。好啊，哇！今日觀眾朋友，聽下我哋兩位來賓同大家分享屏東縣沙期洋蔥的故事，係咪本自家有啲感動呢？假使講自家對自家嘅沙期有啲心，有啲熱情在，大家不妨也可以試過那些，係咪可以將自家嘅沙期洋蔥成自家想象地步用嘅喲？今日再一次多謝我哋非副處長同我哋整個帶來很精彩嘅故事，本來幾感動呢，多謝我哋兩位，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也歡迎大家來認識跟體驗屏東社造社區的美好。好喲，我行出去認識沙期，從沙期老了之前呢，共用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